TVB 前資深演員黃偉良曾喺劇集入面飾演過無數極端角色，包括精神病患者、色魔等等，俾人叫做 TVB 御用癲人。不過，自從2010年拍完《施工奇案2》之後，佢就淡出幕前，消失咗15年，動向一直成謎。近日竟然有網民爆料，指佢而家喺油塘一間髮型屋做緊嘢。資深演員黃偉良憑住1989年嘅電視劇《他來自江湖》入行，喺 TVB 服務20多年間，雖然多演變態佬、精神病患者等此類配角，但佢嘅演技被網民大讚真演員，實力派。其中佢喺《天龍八部》飾演嘅朱丹臣同埋楊貴妃飾演嘅李白都為觀眾留下咗深刻印象。黃偉良息影之後，佢嘅動向一直眾說紛紜，有傳佢喺寺廟居住，甚至傳出精神出現問題。但近日有網民喺社交群組談及黃偉良近況，有人爆料稱有可靠消息佢而家喺油塘某髮型屋做。呢個消息即刻引嚟大批網民熱議，隨後一名疑似黃偉良老闆嘅網民親身現身說法，大爆佢嘅真實人品。老闆回覆指有做啊，佢係我哋公司員工啊，佢好好啊，有禮貌。呢個回應隨即引來網民熱議，唔少人更表示要去幫襯以表支持。有網民仲提及一則舊事，係咪自己出錢換埋冷氣俾同事嗰個，獲其他網民確認係，大家都大讚黃偉良為人善良，好好人。其實黃偉良加入演藝圈之前，就曾經喺髮型屋做過學徒，可以話係重操故業。佢由演藝生涯高峰淡出，選擇做一個普通而有禮貌嘅髮型屋員工，印證咗黃偉良對待生活嘅豁達態度。黃偉良嘅經歷係一個啟示，喺熒幕上佢係飾演癲狂角色嘅好戲之人，但喺現實生活入面，佢係一個低調、善良、有情有義嘅好人。真正嘅實力派係唔會被任何角色或者職業定義嘅。你哋對黃偉良嘅低調轉行有咩睇法？會唔會想去油塘幫襯這位 TVB 御用癲人呢？歡迎留言分享。